好，今日嘅第一隻機型，我老大家共下來分享嘅機型係，A 老 B 共用當乜嘅 ？A 和 B 一樣很怎麼樣怎麼樣？你話 A 老 B 做得係表達冇共用嘅地點，比如講泰國、老台灣、台北、老高雄，咩做得係兩個時間，初半夜、老近半夜，去年、老今年。熱天的時節，老寒天的時節，共用當乜嘅？後背就加入形容詞，當熱啊，當舒爽啊，當涼爽啊，當艱苦啊，係冇？一種就係種去比較兩者到底有乜嘅共用嘅素材、親像嘅素材，又係講長差嘅素材。來去比較佢嘅係近半夜，然後初半夜天時狀況咩做得？點講咧？泰國嘅日頭，然後花蓮嘅日頭，共用當少暖，共用當熱，咩共用咩做得？咩做得去表達季節然後時間嘅變化，就做得啲平常時用到來看一下兩個機嘅。老共用一，老共用一，和一樣很，和一樣很。比如講咧，下禮拜嘅天時，老下禮拜共用一號。下禮拜嘅天時，老下禮拜共用一號。下星期的天氣和這星期一樣很好。下星期的天氣和這星期一樣很好。天公日嘅天時，老近半夜共用一號。天公日嘅天時，老近半夜共用一號。明天的天氣和今天一樣很好。明天的天氣和今天一樣很好。台中嘅天時，老高雄共用一號。台中嘅天時，老高雄共用一號。台中的天氣和高雄一樣很好。台中的天氣和高雄一樣很好。要在一就是相當的、蠻不錯的、很怎麼樣的。故說咩做的有它相像的就係當嘅意思啦，就非常的怎麼樣的意思教本大家分享本大家。一下大家就學會乜解老乜解共用一樣版型或者機型來看一下佢哋韓國阿姨嘅2-3年啲等下嘅劇情地背度來用到亞基化到底啲哪片咯？大家請看下了。